呢一個練習咧，主要係讓同學去認識角度嘅量度啦，同埋角度嘅寫法測量方法㗎。咁首先咧，我哋不妨嚟睇一睇16方位坐標先。題目上面咧，第一題同埋第7題咧，都係16方位坐標。好多同學都唔明白或者咧唔清楚16方位坐標嘅寫法。咁其實咧寫法並唔困難嘅。如果我哋驚唔記得或者驚我哋嘅坐標嘅英文寫法有問題咧，我哋不妨先喺地圖嘅空白處畫上一個方位標，根據上北、下南、左西、右東嘅原則，我哋可以喺東南西北嘅基礎之上，加上4個次要嘅方向，分別就係北東、南東、南西同埋北西。咁當然啦，呢兩個寫法咧，呢啲嘅寫法同我哋中文嘅叫法係啱啱相反嘅。我哋中文叫東北，咁但係英文咧係會寫作北東嘅。如此類推。喺呢8個方位嘅基礎之上，我哋再喺佢上邊咧加上幾個次要嘅方向。喺北同埋北東之間，我哋以北行頭，東北做結尾，我哋寫做北北東。喺北東同埋東之間，我哋用東行頭，將北東寫喺尾，成為東北東。如此類推，呢一個係東南東，呢一個係南南東。換句話說，呢啲嘅寫法其實係以東南西北呢啲主要方向行頭，東北、東南、西北、西南呢啲次要方向做結尾，所以呢個係南南西，呢一個係西南西，如此類推。我哋自己畫出咁嘅方向標之後，寫成16方位坐標就好容易啦。我哋不妨睇下呢個先啦。嗱，咁我哋嚟睇一睇啊。Aberdeen 係位於呢個位置，倫敦係位於呢個位置。我哋將兩點連結起嚟，以倫敦為中心，畫一個十字，因為佢係位於倫敦嘅乜嘢方向啊嘛。以倫敦為中心去睇 Aberdeen。咁我哋會發現好明顯，佢呢個指向係符合北北西呢一個方向嘅，所以答案係 NNW。而另外一題題目係問 Cardiff 位於 Bristol 嘅乜嘢方向 ？Cardiff 喺呢度 ，Bristol 喺呢度。我哋以 Bristol 為中心去睇 Cardiff， 其實用肉眼我哋已經可以知道啦。以 Bristol 去睇佢，即是話位於佢嘅西方。咁根據16方位坐標，咁我哋可以咧將佢填做 W， 即係西。或者有啲同學將佢寫成 WNW， 即係西北西都係可以嘅。再嚟，我哋要講一講方位角啦。方位角嘅題目包括有第2題啦、第4題同埋第8題㗎。方位角嘅量度需要遵循下列幾個原則。我哋先睇睇第2題 ，Manchester 位於 Lancaster 嘅咩位置？即是話我哋以 Lancaster 為中心去睇 Manchester， 方向係咁㗎。我哋首先喺 Lancaster 為中心畫一個十字啊。方位角嘅量度必須係以北方作為0度，順時針咁去量度嘅。所以我哋用量角器嘅時候，必須要注意一樣嘢，就係將量角器嘅0擺喺北方，順時針咁去睇。喺呢個情況之下呢，
我哋就係睇外圈嘅讀數啦。但係我哋好快會發現呢一條指針線係唔夠長㗎，咁我哋可以適當將佢加以延長。從零開始順時針，我哋會見到呢個角度係150度。方位角只需要順時針度出嚟之後寫上度數就可以啦，並唔需要寫東南西北嘅。之後再嚟睇第四題啦。倫敦位於格拉斯哥嘅乜嘢方向？格拉斯哥喺呢度，倫敦喺呢一度。我哋以格拉斯哥為中心，畫一個十字去睇倫敦。咁一樣啦，我哋將量角器咁樣擺，北方為0度，順時針咁去量度。我哋度到嘅答案同頭先一樣㗎，一樣係度到啦，大概係150度左右嘅位置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睇一睇另外一題題目啦，就係第8題。第8題裏邊呢，佢話 Lancaster 位於 Belfast 嘅乜嘢方向？睇翻地圖啊 ，Lancaster 喺呢度 ，Belfast 喺呢度。咁好明顯呢個題目係以 Belfast 為中心，所以我哋要喺 Belfast 呢個位置呢畫一個十字。咁跟住呢，再將 Belfast 同埋 Lancaster 將佢連結起嚟。度角度嘅時候，亦都係以北為0，順時針咁去度，適當咁延長呢個方向啦，105度。最後一種角度量度嘅方法呢，就係象限角啦，亦都係3種裏邊比較複雜嘅一種。象限角嘅量度，其實我哋需要緊記4個象限。呢個象限呢，同我哋所謂嘅數學上面嘅象限呢，1、2、3、4象限係有少少分別㗎。呢個象限我哋叫做北東象限，呢個象限我哋叫做南東象限，呢一個象限我哋叫做南西象限，而呢個象限呢，我哋叫做北西象限。喺象限角嘅寫法當中，結構包括3個部分。第一部分係英文字母，每個部分都係英文字母。呢2個英文字母呢，其實就係視乎個角度落喺邊一個象限而定嘅。假設角度落喺東南，咁呢個頭同尾嘅字母呢，分別就係 S 同埋 E。如果角度落喺西北嘅話，咁頭嗰2個字母呢，就會係 N 或者 W 啦。角度嘅量度亦都係比較特別㗎。如果呢個角度坐落喺東北象限裏邊，我哋必須以北為起點向東量度；如果呢個角度坐落喺東南象限裏邊，我哋必須以南為起點向東量度；如果呢個象限坐落喺西南嘅話，我哋必須以南為起點向西量度；如果呢個象限喺西北嘅話，我哋必須以北為起點向西量度㗎。換句話說，即是量度角度嘅起始點一定係北或者南呢2條邊，而方向呢，一定係以東或者以西呢2條邊作為終結嘅。睇睇下邊呢個例子啊，好似第3題咁，格拉斯哥位於貝爾法斯特嘅咩位置呢？呢度係貝爾法斯特，呢一個呢係格拉斯哥。咁我哋以貝爾法斯特為中心，畫一個十字，將2個地方作成一條連線。啱先我哋講過，象限角呢個角度係坐落喺東北嘅象限，所以我哋喺答案嗰度呢，個頭係寫北，個尾係寫東，係符合呢個象限所處嘅位置㗎。
另外，我哋中間係需要填寫一個角度嘅。咁呢一個角度呢，係必須要從北開始量度，往東嘅方向去。所以我哋嘅量角器必須係將0度擺喺正北方，往呢個方向度過去，適當咁再伸長一下。大概嘅角度呢係37度左右。咁所以我哋呢一個答案呢係直接寫37度就可以啦。成個象限角嘅讀法就係北37度東，北37度向東嘅方向。第5題嘅題目 ，Liverpool 位於 Plymouth 嘅咩位置？咁我哋呢就以呢個城市為中心啦，一樣畫一個十字，同利物浦呢連結成一條線。呢個角度所坐落嘅象限亦都係東北，前面係北，後邊係東。度角度嘅時候一樣，起點係北，終點係東。順時針度大概係12度左右嘅位置，所以答案顯而易見，12度就可以啦。另外，我哋睇一睇第6題啊。喺第6題入邊 ，Newcastle 位於 Manchester 嘅咩位置？我哋以 Manchester 為中心，去睇 Newcastle 呢個方向，同啱先嗰兩題完全係一樣㗎，亦都係位於東北呢一個象限。角度呢一樣嘅度法，北往東大概13至14度左右嘅位置啦。所以答案係咁樣寫。為咗讓同學更加清楚喺其他象限裏邊象限角嘅寫法，我哋專登喺度加3題。第9題，格拉斯哥位於阿伯丁嘅乜嘢位置？格拉斯哥係喺呢個位置㗎，阿伯丁係喺呢個位置。我哋以阿伯丁為中心去睇格拉斯哥。喺呢個方向，對於阿伯丁嚟講，呢個方向係坐落喺西南嘅象限。咁我哋呢就可以將個答案寫成前面係 S， 後邊係 W 啦，代表西南、南西係咪？南喺前面，西喺後邊。中間個數字要填咩呢？記緊我哋嘅法則。西南象限裏邊，我哋一定係以南為起點，西為終結。我哋嘅量角器係咁樣擺，以南為0度，向西量度，適當咁伸長佢啊。南向西大概42度嘅位置，所以個答案應該係寫成 S 42度 W。嗱，咁仲有一題啦，第10題 ，Newcastle 位於格拉斯哥嘅咩位置呢？喺地圖上邊，格拉斯哥 Newcastle 喺呢度，我哋以格拉斯哥為中心。Newcastle 喺呢個方向。對於呢個十字嚟講，呢一個係東南象限，英文呢是南東 SE。SE 中間填咩數字呢？我哋再嚟度下，將量角器咁樣擺，以南面為0度，向東量度。咁呢個時候呢，我哋睇內圈嘅數字咯喎，呢度係0、10、20，呢邊呢大概係59至60左右啦。最後一題
Birmingham 位於 London 嘅乜嘢位置？倫敦喺呢度 ，Birmingham 喺呢度。我哋亦都係以倫敦為中心，我哋去睇呢個方向。咁記得啦喎，呢個象限係叫做西北象限，英文嘅寫法係北西，即是 NW。量度嘅時候係以北為0度，以西為終結，向西量度。睇內圈0呢個方向大約係49度左右。北49度 W 呢個就係答案啦。其實我哋會發現喺象限角嘅量度當中，中間嘅角度點樣都唔會多過90度㗎。最後幾題嘅題目係測量實際嘅距離，其實好簡單。問你嘅係圖上距離，你只要將呢啲點用間尺度出嚟，答案寫落嚟就可以啦。實際距離呢，需要用比例尺去計算。實際距離問你嘅係公里 km， 咁我哋不妨首先將呢個750萬厘米嘅實際距離先化成 km， 即係公里先啦，咁樣去有利於我哋計算㗎。750萬厘米減咗2個零，再減3個零，就係等於公里啦。咁所以1厘米係代表75公里。咁我哋只要將我哋度出嚟嘅厘米數乘返呢個圖上距離，咁就可以得出呢個答案啦。度出嚟嘅結果大概係咁，當然你可以有誤差啦，誤差大概係2毫米左右係可以接受嘅。再將呢啲數乘返75公里，就已經係答案啦。乘完之後，呢個就係俾同學嘅參考答案。最後我哋試下嚟解最後一題，被同學認為比較難嘅題目啦。呢個地方係達爾文嘅出生地，呢座城市呢，我哋唔知喺地圖上面嘅咩位置，淨係知道呢，佢嘅東南75度係 Birmingham， 西南17度係 Cardiff。其實我哋不妨畫張草圖，令到我哋清晰佢嘅位置啊。一個不知名嘅城市，東南75度，呢個係象限角嘅寫法，即係位於東南象限啦。75度係以南開始度75度左右而結束，即係呢個方向啦。呢個方向裏邊嘅某處就係 Birmingham。另外，呢個城市嘅南17度，西係 Cardiff， 即係呢個城市嘅西南係 Cardiff 啦。西南係位於咩位置呢？就係呢個位置17度喎。從南開始度17度，就係 Cardiff 啦。咁換句話說，呢個城市係會位於 Birmingham 嘅呢個方向。Cardiff 嘅呢個方向，呢邊75度，我哋試下喺一個假設 Birmingham 喺呢個位置，呢邊75度，換句話說，即是呢個角度亦都係75度，呢個角係17度，換句話說，即是話呢個角亦都係17度。Birmingham 同埋 Cardiff 係我哋已知嘅兩個地方，我哋只需要喺 Birmingham 作一個十字 ，Cardiff 作一個十字，揾出 Birmingham 嘅北75度西 ，Cardiff 嘅北17度東，呢兩條線嘅交點就係我哋要揾嘅位置啦。翻返嚟地圖度啊 ，Birmingham 喺呢個位置
我哋喺 Birmingham 試下畫一個十字，用量角器好似草圖裏邊咁樣揾出北75度。咁我要揾呢個城市呢，就一定喺呢條線上邊某一個點上面啦。但係我哋需要 Cardiff 畫多條線同佢相交，我哋先知道嗰個地方喺邊度。我哋喺 Cardiff 畫一個十字，根據頭先草圖上面嘅提示呢，我哋係話喺 Cardiff 嘅北17度東。Cardiff 嘅北17度東係呢條線，我哋見到呢條線同呢條線相交嘅點，就係我哋需要揾嘅地方啦。咁我哋可以喺呢個地方畫上一粒星星，咁就代表我哋要揾到嘅地方啦。